在流量如潮水般衝來又退去的娛樂工業體系裏，能夠持續被頂級商業品牌錨定為長期合作夥伴的面孔，並不多見。迪尼熱巴的名字卻總能出現在那些高車腕表、美妝巨頭與前沿科技產品的全球企劃中。這種商業價值的穩定性，常常被簡化為紅或美的粗暴列論，但若我們只停留在這一層，便錯過了理解當代大眾文化符號如何生成的絕佳樣本。直到功夫女足的物料如正片片段逐漸釋放，一種更為複雜的拼圖才得以顯現。那不是一張被精心修飾的商業海報，而是一具在泥濘草坪上跌倒又爬起的身體，是汗水浸透鬢角後依然專注的眼神，是守門運搏救時指尖與足球之間那0點幾秒的生死時差。正是這些動態的、失控的、充滿生命原始張力的瞬間，像一把鑰匙，旋開了此前所有靜態公淡造型都無法解釋的商業密碼。品牌方尋找的從來不只是代言人，而是一種可以承載自身產品精神敘事的活體媒介。迪尼熱巴在功夫女足中所展現的，恰恰是那種能夠將奢侈品從櫥窗玻璃後解放出來，扔進烈日下反覆捶打的韌性。這種韌性遠比一正精修圖更能對抗時間的磨損，而這或許才是資本嗅覺真正敏銳的地方。要理解這份商業合約背後層層疊疊的因果，我們需要把時間就拉回到項目官宣的那個春天。當時社交媒體上瀰漫着一種善意的困惑，以迪尼熱巴過往塑造的異域公主、都市精英或仙俠神女形象，如何與足球這項充滿身體對抗與團聚協作的運動產生化學反應？苦多人的預期被框定在花瓶式客串或美顏特寫合集之內，認為這不過是又一部借體育外殼施展個人魅力的流量短片。但劇組陸續釋放的訓練花絮，像一盆冷水澆醒了這種浪漫想象。鏡頭記錄下他在專業教練指導下進行的核心力量訓練，那種緊繃的肌肉線條和因缺氧而微脹的嘴唇，完全剝離了化妝品廣告裏的從容。他練習搏救動作時，整個人重重砸在人工草皮上，揚起碎石沾在臉頰，護膝下的皮膚淤青疊着淤青。這些畫面之所以具有衝擊力，並非因為他們慘烈，而是因為他們暴露了一個長期被視覺符號包裹的個體，正在主動拆解自己賴以成名的精緻框架。品牌方的市場總監們大概從這一刻起，便意識到自己等待的破圈戒指出現了。因為任何高單價商品的推廣困境，都在於如何讓消費者從仰視式的審美膜拜，過渡到平視式的情感認同。而迪尼熱巴在訓練場上那種笨拙又倔強的初學者姿態，恰好搭建了這座橋樑。當他因為一個高難度攔截動作失敗而懊惱地用拳頭捶打地面時，奢侈品所倡導的卓越精神不再懸浮於廣告語的真空，而是具象化為皮膚如地面摩擦時留下的公式擦痕。這種具身化的敘事權，是任何特效技術都無法合成的。隨着拍攝週期的推進，更多關於角色構建的細節浮出水面。迪尼熱巴飾演的守門雲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天才型選手，劇本賦予他的成長線充滿了反覆自我質疑的暗礁。有一場雨戲需要他在泥水橫流的禁區裡連續做出3次極限搏救，導演要求表情不能有絲毫對惡劣環境的抗拒，必須呈現出一種近乎本能的專注。現場工作人員回憶，那場揮從傍晚拍到凌晨，他的雙手因反覆抓握濕滑的球面而腫脹，指甲縫裡哈滿草食和泥沙，但每一次監視器回放後，他都會主動要求再來一條。剛才又肩下沉慢了0點幾秒，這種對細節近乎偏執的打磨，恰好暗合了頂級製錶品牌對於機芯齒輪咬合精度的追求。我們常常討論明星的商業的配度，卻很少意識到，真正的配不是平面照片中氣質層面的和諧，而是工作方法論層面的共振。當品牌方看到一位藝人能用校準陀飛輪的耐心去校準一個搏救動作的角度時，他們便能安心地將自己產品的品質故事交予他來演繹。因為消費者的潛意識會完成這樣一條邏輯鏈的拼接，他對一個虛構角色的嚴謹態度，
必然也會投射到對合作品牌每一處工藝細節的尊重上。這種信任資本的累積，遠比一次熱搜話題的爆發要牢固得多。在片場流出的另一段幕後視頻裡，迪尼熱巴利用補光調整的間隙，坐在場邊反覆觀看手機裡儲存的世界級門將比賽集錦，拇指在屏幕上拖曳進度條，一靜一靜地拆解對手罰球時的角畫轉動方向。那種沉浸式的學習狀態，讓周圍忙碌的劇務人員都不自覺地放輕了腳步，仿佛打擾一場正在進行的科學實驗。這種氛圍的營造能力，是商業合作中最為玄妙卻也最為珍貴的部分。它無法被寫進任何合同條款，卻能在每個共事者的記憶裡生根，繼而通過他們的社交網絡擴散成一種行業口碑。當功夫女足的首支預告片引爆全網時，輿論場開始出現一種微妙的分化。一部分觀眾依然沉醉於她在大銀幕上被雨水沖刷後依然辨識度極高的面部輪廓，但另一部分更為苛刻的影評人則注意到了她眼神質地的變化。那種變化很難用形容詞精確捕捉，如果非要描述，大概是從被看的客體姿態轉向了在看的主體意識。守門員這個位置本身就充滿哲學意味，他是球場上唯一被允許用手足球的人，也是最後一個防線。他的視野裡永遠是最有的背影與對手的正面衝擊。迪尼熱巴在演繹這個角色時，大量使用了半蹲位前傾的預備姿勢，這讓他的視線始終保持在水平線以下，形成一種仰攻的力學美感。這種身體語言的改寫，徹底顛覆了他以往在時尚大片中習慣性的微仰下巴的防禦性姿態。品牌方的創意總監們最迷戀的正是這種可塑性，因為他們每年的產品敘事都需要新的情感維度來裝載。如果上一季的主題是優雅飛行，那麼這一季完全可以進化為沉重着陸。而迪尼熱巴在錄音場上的身體記憶，為後者提供了豐富的視覺素材。他撲救時伸展的四肢構成的不規則幾何形狀，他失球後雙手叉腰低頭時脊柱彎曲的弧度，他撲出點球後瘋狂跑向最有時被風吹鼓的球衣，這些動態瞬間被高速攝影機捕捉後，每一幀都具備獨立成為廣告大片的氣質，因為他們攜帶的情緒密度遠超澎湃布景下的刻意擺弄。商業合作的本質，其實就是品牌向藝人這一段生命狀態來為自己的產品鍍上時間的包裝。迪尼熱巴在《功夫女足》裡呈現的那段生命狀態，恰好是充滿摩擦係數與不確定性的。而當代消費者對於確定性早已審美疲勞，他們願意買單的，恰恰是這種敢於袒露脆弱與失控的真實感。深入觀察電影中幾場重頭戲的完成度，佢發現迪尼熱巴對節奏的控制有了質的飛躍。在與對手前鋒一對一的心理對視揮訓裡，他沒有濫用面部肌肉的誇張抽搐，而是通過調整呼吸的心尖頻率來傳帶納心的驚濤駭浪。攝像機抵近他的瞳孔時，能清楚看到隱形眼鏡被球場燈光映出的反光點微微顫動，那是身體在高度緊張狀態下無法偽造的生理反應。他選擇保留這種顫動的生理痕跡，而沒有用後期技術抹平。這種審美決斷本身就是一種成熟的職業素養。他知道觀眾早已厭倦了完美無瑕的虛擬人臉，他們渴望在銀幕上看到與自己一樣攰在壓力下顫抖的同類。這種共鳴一旦建立，商業信息的植入就不再是生硬的打斷，而是一種情景的延續。當他在電影中穿着一款運動手錶在暴雨中進行折返跑測試時，手錶屏幕上的心率數據如雨滴砸落的節奏形成某種蒙太奇式的呼應，觀眾不會覺得這是廣告，而佢認為這是角色意志力的可視化呈現。這種高度融合的植入邏輯，源於演員本身對角色環境的全程投入。他不是在表演佩戴手錶，他是在用角色瀕臨極限時的身體反應為手錶的功能性做最震撼的背書。品牌方顯然深諳此道，他們為劇組提供的所有裝備都經過特殊改造以適應高強度的拍攝，而迪尼熱巴每次使用後都會認真反饋佩戴體驗，甚至在一次夜氣列速後，主動聯繫品牌工程師討論錶帶在大量出汗後的防滑性能。這種超越契約精神的三餘度，
讓合作方感受到的不僅是專業，更是一種將商業夥伴視為創作共同體承運的誠意。在行業生態裡，信任往往誕生於這種非合約性的額外付出，它像滾雪球一樣吸引着更多優質品牌前來尋求合作，因為所有人都知道，與迪麗熱巴的合作，買到的不僅是一張面孔的使用權，更是一種對產品懷有敬畏之心的創作態度。當我們把目光從片場移向更廣闊的社交媒體反饋，會發現功夫女足引發的討論浪潮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大量年輕女性用戶在評論區分享的並非她的美貌截圖，而是自己模仿她守門動作時摔倒的搞笑視頻。配文往往是原來真的那麼痛，熱巴怎麼忍下來的？這種反向的解構性傳播，反而將她的形象從雲端曳入了更具親和力的日常語境。品牌方樂見其成，因為這意味着他們的潛在消費群體與迪麗熱巴之間建立了基於共情而非崇拜的情感紐帶。一款定價數千元的面霜，若由遙不可及的完美偶像推薦，消費者佢潛意識裡認為那是他們那個世界的東西。但當他們看到這位偶像在泥地裡打滾，在更衣室裡因肌肉酸痛而黐牙咧嘴的幕後花絮後，那款面霜便不再足於二次元的奢侈品，而是可以陪伴自己熬夜加班後修復肌膚的貼心戰友。這種符號價值的轉換，是商業心理學中極為精妙的一環，而迪麗熱巴憑這一部體育題材電影，幾乎是無意識地完成了這一轉換。他本人或苦並未預見到這次表演算擇佢帶來如此深遠的商業連鎖反應，但因果的齒輪一旦開始咬合，便佢產生超出個體控制的巨大能量。合作過他的品牌公關在私下交流時透露出一個共同感受，他身上存在一種罕見的去妝色化傾向，在拍攝現場經常主動建以減少不必要的妝容修飾，認為汗水本身就有光澤。這種審美主張恰好與當下全球範圍內興起的功效主義消費潮流不謀而合，消費者不再願意為花而不實的包裝買禪，他們渴望看到產品本質的力量，而迪麗熱巴用最直觀的身體實踐呼應了這種渴望。從行業數據分析的角度來看，迪麗熱巴在功夫女足宣傳期前後的商業指數曲線呈現出一種反常理的走勢。通常而言，藝人商業價值佢在作品密集曝光期達到峰值，隨後緩慢回落。但他這次的數據波動卻顯示，在電影下映後的3個月內，新增代言孫閃量反而增長了40%。這一反常態的現象，迫使市場分析師們重新審視作品與商業之間的傳統因果模型。最終的列論指向了一種名為言之信任的心理機制，觀眾在觀影過程中被演運的身體表現力所震撼。但這種震撼需要一段時間沉澱，才能從對角色的人格認同轉化為對演員本體的能力認可，進而外溢到對其合作品牌的積極聯想。換句話說，功夫女足並非即時兌換的商業支票，而是一枚深埋土壤的時間膠囊，它的商業價值隨着口碑的自然佛教而緩慢釋放。迪麗熱巴在片中一個長達4分鐘的長鏡頭裡，連續做出7次不同角度的撲救。鏡頭全程緊貼他的面部，記錄下每一次起身時失合之餐體重時的細微顫抖。這個片段被某運動品牌截取為廣告短片後，在海外視頻平台獲得了數千萬播放量。評論區充斥着各種語言的讚嘆，但最高頻的關鍵詞不是漂亮，而是真實。這種跨文化的普遍認可，恰恰證明了身體敘事的普世力量。它繞過了語言、審美地域差異以及文化折扣，直接觸達了人類對於極限挑戰最原始的敬意。品牌全球化戰略中最為頭痛的本土化的配問題，竟被一個中國女演運在足球場上的身體表演悄然化解。這大概是所有商業企劃書裡都沒有預料到的驚喜變量。再回到表演本身，迪麗熱巴在功夫女足中有一場極為關鍵的納心戲。他的角色在經歷連續失誤後被暫時換下，坐在替補席的長凳上，用冰袋敷着腫脹的角畫，目光穿過鐵絲網望向遠處喧囂的觀眾席。那場揮未有一句台詞，導演只給了他一個指令：想像你守護的不僅是球門，
船有某樣你害怕失去的東西。監視器裏，他先是咬了咬下唇，然後慢慢把冰袋按得更緊，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最終眼淚沒有掉下來，而是被深呼吸吞回了胸腔。這個表演算窄的分寸感，贏得了片場所有工作人員的沉默掌聲。而正是這種沉默的分量，讓後來坐在剪輯台前的品牌營銷總監拍案叫絕，因為他看到了一種極具當代性的情緒表達方式：不煽情、不崩潰、不尋求慰藉，而是將痛苦轉化為向內收縮的力量。這種情緒質地，恰好與那些致力於研發抗壓材質或極限環境的用產品的品牌精神高度同構。當消費者日後使用該品牌的旅行箱或戶外裝備時，腦海裡或苦會閃現迪尼爾巴在替補席上那個吞咽淚水的側影，從而對產品的耐用性產生超越物理層面的情感信任。這種商業價值的二次衍生，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明星代言的效果評估體系，它進入了文化符號學的領域，演運的表演成為品牌精神的可視化注腳。而品牌產品則成為演運角色的物質化延伸，兩者在公眾意志裏逐漸模糊了邊界，形成一種互文的共生關係。這也是為何在眾多商業活動中，迪尼爾巴與品牌的互動總能顯得自然而不突兀，因為它與品牌方共享的不僅是當下的曝光率，更是一套經過電影錘煉的美學語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合作生態中，迪尼爾巴並未被動地接受品牌方的需求傾蟬，他表現出一種主動參與產品共創的強烈意願。在某個運動飲料的合作企劃中，他甚至基於自己在功夫女足拍攝期間大量流失電解質的親身經驗，對產品配方提出了添加特定礦物質比例的建議。這一建議後來被品牌研發部門採納並應用於新款運動飲料的開發。這種深度的介入，讓商業合作從簡單的資源置換升級為價值共鑄。品牌方獲得的不再是標準化的廣告素材，而是攜帶着演運真實生命體驗的產品改良方案。這種合作模式的領先性，正在悄然改變行業對於代言人角色的傳統定義。在未來的商業途徑裡，藝人或苦需要像迪尼爾巴這樣，不僅僅以完美形象示人，更要敢於將自己訓練中的脆弱、傷病時的疼痛、失敗後的懊惱轉化為可供品牌敘事的原材料。他的身體成為了一本公開的日記，每一頁都寫滿了在錄音場上跌倒又爬起的頁碼，而品牌方只需要從中選取與自己產品理念最為契合的章節，便能編織出極具說服力的營銷文本。功夫女足作為這部日記的載體，其意義已經超越了電影本身，它更像是一個過渡儀式。通過這場儀式，迪尼爾巴完成了從被觀賞的客體到具有主體敘事能力的創作者的身份蛻變，而商業世界對於這種蛻變給出的回應，便是那些合約期長、自由度大、分成比例優厚的頂級代言合同。當我們回望迪尼爾巴這一路走來的軌跡，會發現他在功夫女足之前與之後呈現出一種清晰的進化脈絡。之前的他如同精美的瓷器，被放置在聚光燈下供人欣賞釉面的光澤；之後的他則像一隻被反覆鍛打的鐵器，表面留有垂痕與火痕，卻因此具備了實際用途與抗震強度。品牌方追逐的從來都是後者。因為瓷器一旦碎裂便一文不值，而鐵器即便變形，也能在回爐重做後獲得新生。電影中他戴上守門運手套時，佢仔細調整每根手指關節處的松緊，這個習慣性動作被某手套品牌捕捉到，立即邀約他參與設計聯名款運動手套。設計稿中，他堅持在掌心位置增加加厚防滑層，理由是我在搏救時最害怕的是失去對球的給付感。這種感覺的缺失會引發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這種從身體經驗出發的產品洞察，是任何市場調研問卷都無法提煉的黃金信息。品牌設計師們感嘆，與他的合作更像是一場田野調查，他的身體就是最精準的實驗室。所以，當你看到各大品牌爭相與他續約或新增合作時，不必驚訝於表象的流量數字。
那背後是一場關於信任、專業與共創精神的精密計算。迪尼熱巴用一片綠茵場上的摸爬滾打，為自己贏得了商業世界裏最為稀缺的資源，被合作夥伴視為一個佢思考、佢感受、佢創造的完整個體，而非一件待價而沽的展示品。在這場由功夫女足引發的商業界直從鼓浪潮中，我們作為旁觀者，應當保持一種清醒而平和的觀察姿態，不必將迪尼熱巴的商業成功神話為天賦異稟的幸運，也無需用陰謀論解構每一次品牌合作的純粹性。他只是在恰當的職業階段，選擇了一個充滿身體挑戰性的角色，聘用持續數月的高強度訓練為那個角色注入了令人信服的靈魂。而商業世界自有其精密的回報機制，當這種投入被市場感知，合約便如潮水般衝來。這其中的因果鏈條清晰可辨，既不神秘，也不偶然。我們更應看到的是，在整個娛樂產業處於浮躁的當下，依然有藝人願意花費半年時間讓自己在泥水裏翻滾，願意讓攝像機記錄自己並非完美的肌肉發力瞬間，願意在商業合作中坦誠地分享自己身體的疼痛記憶。這種選擇本身就是對行業生態的一種積極校正。它提示着我們，無論是藝術創作還是商業合作，最為持久的動力永遠來自對真實性的尊重。迪尼熱巴與各大品牌之間的攜手，本質上是一場關於真實如何被商業轉化的公開實驗。實驗的階段性成果已經展現在我們眼前，而最終列論或苦要等到多年後，當我們回顧這批合作產品與電影本身共同構成的時代文化記憶時，才能給出公允的評價。但至少此刻，我們可以安心地享受這場視覺與消費的聯姻，既不盲目追捧，也不刻意貶低，而是以理性的目光穿過那些精美的廣告畫面，看到一個演運在烈日下奔跑時滴落的汗水，如何折射出商業世界的光芒。